牛背後嘅仙人。100年前，新民莊突然來了一個上書人，一個唔熟悉嘅人，佢問一隻黃牛嘅，身上着嘅衫褲不會引來流血，看起來怪苦嘅樣式。裝行嘅人對這個人感覺真好奇，不過因為伊笑容真好，人緣該好，真假就化解嘅伊同村民之間嘅唔熟悉。哪來呀？我係對廣西下里中心論莊去編來嘅。廣西下里中心論莊講嘅就是也下內埔鄉嘅美和村。哦，請問貴鄉啊？我想喎，我想聽你一位係一段時間，做得麼？哦，歡迎。淳樸熱情嘅村民馬上表示歡迎。故說也為向往嘅男人就吃下來嘅。大家請假如發現，也為新來嘅林沙親有才情，因人係無預久，除非青島嘅村民有好評。故說大家都喜意王先人。王先生真了不起，有多評處，確實就係仙人哦。曹家，下一拜我哋都喜見王仙人啦。大家請介意王仙人，除為皮膚意。係因為王仙人係圖親切，真好相處。從頭為主動請村民打嘴鼓，也係客氣嘅。親家都同大家變做好朋友。